做嘛讲安尼？讲安尼就会下晡要讲到韵母哦，然后韵母有关系哦。好，也有一简单的表的吼，刚刚有讲韵母呢，你个做的呢，然后其分割做3个部分啊，一个就是介音，一个是主要元音，还个韵味，还个韵味，主要的元音是青春药的，青春药的，听说不有的，介音呢，上司有，上司无，唔看音节无听说，迄有呢，你4个客家话的介音就会两个，咩一就会有啊，也两个介音，韵味呢，韵味就有4种情况咯，有咩係元音，唔過元音咩係一老有，兩個元音，無呢就係也片看到嘅舌音嘅韻味，波的歌，波的歌，佢到後背呢講到韻味啊，佢係出現嘴型，像波呢，佢係嘴呢，你嘅嘴唇啊，可以點起來，波的歌，P 音嘅韻味呢，麼呢，咩咁樣，佢係出現呢嘴型，除了這3個呢，還有可能呢韻味就會冇韻味，有咩冇韻味，也係韻母，主要係韻母，主要原因呢，主要原因呢，大家都知也世界上大多數嘅語言就有5個原因，5個原因，那5個就係乜嘅呢？當到嘅年紀較大啲，透過日本話都知，也日本話時常講。R E U A O 有冇 ？R E U A O R E U A O 也就係也世界上大體主要的語言裡邊有嘅主要原因4個客家話咩共用，咩有也5個原因R E U A O 大家做嚟看到嘅表嘅主要原因幾隻格嘅地方，到面檔寫下來就係 R E U A O R E U A O， 也5個音呢，要請大家注意你寫嘅時間，你同一個字要拼寫出來，你寫嘅時間要注意，然後呢，幾隻 英文是寫 A 英文是 A。你會讀作 R， 故作你冇看到讀作有 A 嘅時候，你就會寫一個 A 佢唔錯一個音呢係 R，英文字母 E， 英文字母嘅 E A B C D E 嘅 E幾隻音你會讀作 A 故作你冇看到它讀出來都有 E， 你就會寫一個E 寫 E 就唔錯嘅也係 A 嘅時候，就也部分呢，我想大家注意也5個原因呢，你會讀作 R E U A O， 4個客家話除咗5個主要嘅原因以外，還有一個還有多一個大家看到。你寫做 I， 你用2個 I 去寫，去面寫，也同家面前講上無看講嘅 NG 共用佢係一個符號佢係一個符號冇看到係2個符號I 係看做一個符號，佢係乜嘅聲呢？佢嘅聲音大體就係 Z， 就像 Z，也就會家面前太太講老太太講支持師佢也三個聲母後背接嘅幾個原因得呢係接到後背你聽到嘅聲
就會餓到後背你喺食餓就會讀做波破摩佛像係呢個年紀較大眼湯啊、飽眼年紀的就會咁樣講。嘅支持師呢，未重要，佢後背呢就會有一個粘液唔知會聽到聲啦。嘅粘液呢就會有隻ai 就讀做日加上上母就會讀做支持師故說遐個粘液呢，可能係一般人較唔係按了解、唔係按熟嘅不過呢唔讀支持師嘅時間嘅後背嘅粘液就會有隻音叫做懂事業也唔是另外一號有隻音大家來記起來安尼就會主要韻母客家話嘅韻母呢就會有幾個粘音去排列組合排列組合剩下來呢你就開始一個一個同大家紹介下一個一個同大家紹介咁樣我一篇前上一篇呢講到開米韻開米韻一條名詞呢大家咩唔是聽小理唔是小理因為呢一條名詞係本大家你主要係介紹嘅時間呢要分類較好處理唔是讓我去記記啦就看到符號呢大家寫出來讀得出來也真重要啦先提組呢就會很簡單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故說啦一篇呢老嘅經營呢給比所打一叉叉啦主要原因大家看第一個就係也加同大家講佢嘅上母呢主要就係支持師主要上母就係講支持師聽聽先客家話講簡單也個主要原因佢嘅上母有講就會講支持師其他的冇故說大家看下理嘅後尾也理嘅第一個是資料嘅資頭一遍本大家談資後尾呢吃大家看到我最型資料嘅資吃書嘅吃你談得出來就會支持師知道嗎支持支就會上母就會支吃呢佢嘅上母呢就會吃都是要你懂簡單的比如要個原因唔可以發冇相關就會支持師要個原因也係第一個第二個呢就會加講過冇看到一隻符號然後佢讀做 A 唔錯嘅佢係嘅聲後尾看到你嘅比如講把嘅咧把洗嘅把也個聲冇乜問題大家就會發大家就會發後尾也是爬山嘅爬好冇你開始講韻母當然大家都係談性上都係記憶嘅時間唔係做得七家去吃可能吃糖可能你談得出來面前嘅上母比如講加講爬主要原因當然係冇問題啦不過除了一隻詩還有乜嘅上呢你還有談到乜嘅音呢爬你談得出來上母係乜嘅冇冇唔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談得出來面前嘅上母係乜嘅係坡嘛坡
拍吼，也对安尼来讲唔免嘛困难，因为呢学主音符号的时阵，要安尼学的哦，故说呢安尼读嘛小心太甲读得出来哦，拍哦，故说你在考试啊，迄讲要考嘅能力认证啊，看到呀拍字你就吐出来以后呢，就留一下符号呢，前面搞过的符号呢，就留一下出来，按你去抄的，好，下边呢，看到呀英文诗 O 安尼咪通做 O 安尼咪通做 O 也咪同简单比如讲，下边呀是玻璃嘅玻冇问题啦也咪简单的诗玻下边呀是口學嘅科目嘅科同樣大家講，都一片糖啊，金糖啊，你就會吃看啊，那個上目迄物個，可能寫出來，糖會出來冇，迄薄的時間面前就會薄嘛，迄科呢，面前就會科嘛，安尼，一個去吃啊，去吃看啊，相信你對上目、韻母啊，你結合吧，就冇乜問題咧，就冇乜問題，好，下來呢，你看到一隻英文詩寫一，英文詩寫一，英文詩一，你同埋，你要讀做 A， 比如講，下邊一隻C， 路輪太細嘅 C， 也東西按 C 字，嘅 C， 你詩換詩下來的細，換詩下來的細，故說你行人講東西啊，唔係講小，你講 C， 講細，東西 C， 年紀 C，就用一隻詩，呢個動接用嘅，故說大家對考能力認證嘅時間沒重要你寫作文啊，我記得你用詩就用一隻詩，隔壁一隻詩係乜詩？一隻詩係愛黑客家人嘅黑，一隻詩咩動接用就係貴語講嘅乜嘅？貴語講嘅是，愛黑，黑，乜嘅黑，就用一隻是，即係咩動接用嘅讀得出來，黑嘅上目係乜嘅啦？喝什麼？好，下來咧，係喺開口音，無接嘅加音，結音嘛，係即係結音。同樣不管佢乜嘅注意連音、韻味，嗰個味咧乜嘅，你看到符號做得留意，讀出來，安尼就好咧。T 嘅呢，睇下看到也同埋咧，讀做 I， 讀做 I， 咁加嘅 E 到後邊嘛，讀起來。連起來都就會 I， 看嘅字嘅，比如講泰山嘅泰，嘅上目係乜嘢？上目係特，什麼？然後以特接上去，衝起來就會泰下邊海。太海嘅海，也咩冇乜問題啦，看咧設計嘅詩，唔係曉得讀出來咧，就留你嘅上音咧，留記下來，嘅海嘅上目係乜嘅？喝嘛，什麼喝，主要咧就係 I 去看嚟識，看到 R 加嘅 E 到後邊，讀起來就係乜嘅 I， 下來也隻韻係咪？愛
愛也隻音呢讀300哦，做嘛來？較重要啦哦，因為呢有的人較唔會讀也隻音哦，你講唔愛食乜嘅，我愛食飯啊，哦，我愛食麵啊，叫做愛哦，就會按嚟拼哦。後尾有嘛啲嘅，你看呀，開哦，韓國咧來哦，都通嘅是嘅韻嘅部分係愛嘅上哦，愛嘅上哦。啊，上母呢，大家都自家做嚟制作，自家嚟試看啊，練習它。唔像來嘅上母係嘛呢？了嘛，錯冇哦？一下呢，我相信呢，大家慢慢呢就做得堂上，然後佢寫出來，哦，也應該冇乜問題嘅，哦。好，下來，也係讀做乜嘅？哦，嘅後尾呢，加一個烏，然後佢連起來，啊，連電讀哦，呀，呢個呢，你來一個乜嘅？飽，錯冇？飽嘅飽，皮薄嘅薄，哦，後尾有隻是讀做貓。面貓嘅貓哦，貓舍嘅貓哦，應該冇問題哦。拗呢係一種簡單嘅一種好讀嘅吼，應該係一種物件，主要就係講唔好留意讀做 A 啦，吼嘅 R 嘅上啦，吼。好，下尾一個睇下我讀冇，係讀到睇個彈吼 L 好。一個音要讀3遍，做嘛？又較重要吼。因為講，因為 L 一個音啊，你講係好多人啊，好多發就冇一隻音，冇一隻音母嘛，吼。故所呢，佢係好多人我哋讀一個音啦，就會較因為聽起來就會較奇怪啊，怪怪啊，因為佢會咬唔正啊，咬唔正吼。L 吼。故所唱一個較特別的韻啦，大家要注意，考試的時間呢，咩較會出，咩較會出題，好，來讀看呢也理嘅，比如講第一個 L 字嘅 L，大家看下 L 唔聽到 L，想問大家上母係乜嘢咧？像大家有認真讀嘅人唔讀 L， 就知係咩冇上母啊？唔可以查上母係冇嘅就係 L 面前有講過啊，一個音節地帶呢，主要原因係一定要有嘅，上調一定要有，上母呢係做得冇嘅，故作 L 一隻字呢就係冇上母嘅，好。後尾也是讀 hell 來嘅 hell 嘅上母係乜？面前係喝什麼？喝加 l hell 就像你特別都學注音符號應用，然後嘅上母韻母呢接起來，嘅樣子就安尼，聽語組呢我都其次。也都係講主要原因，也係講結音，係講係 E， 係同 E 嘅韻母啦，你看第一個韻呢，就係 E， 比如講姨，下尾隔壁嗰個是吉，喜嘅吉，吉，也個音咩當簡單，就係個注音符號，你讀 E， E 無語叫做 E， 你唔買開始去學佢，也讀 E， 加講叫做你嘅 E 啊，一般你講關於嘅衣服，客家唔會讀衣服啦，客家讀做衫啦，一 E 會用到哪呢？
比如讲睡衣啊，睡衣啊，做个雨衣啊，睡衣，我就会用到或者叫湿土衣，好，下来也给用同埋个面前迄伊，会不会加一个啊？连带咧同埋呀，什么呀？比如讲下是个下，隔壁个是像车个人的车，倒车，车，就会押个韵，唔要知道做得老嘅上午系去个练习接上去，迄讲写也只诗呢，嘅上午就会问个诗什么唔过呢，佢嘅写嘅时就写问个诗什么诗诗写一个 x 诗写诗啊写车就会骑到面前好，下来呢，你问下呢？一加一个 o 一加 o 连带 u 英国也冇问题啦如果你看到符号，你可以吐出来比如讲问下呢 q 的个 q 迄尾老师睇下我通冇？靴，贵你讲靴子靴，下巴鸟头，下巴讲靴有人讲水靴筒水靴的雨鞋嘛就讲你会讲靴因为水靴的嘅较高较长会像靴的重要你就会讲水靴水靴筒靴安尼。糖唔要糖的时，上午就会买喝什么下尾也个用 e 加一个 a 要注意唔好留个英文诗写 e 就读作 e 没有英文诗写的 i 长一头 e 面前 e 下尾 a 加起来会读作乜个耶什么比如讲乜个鸡肉嘅鸡下尾又啦茄肉嘅茄茄子嘅茄你讲本嘅生命做茄子有冇？本原主公，苗栗人当到迄原主公嘅茄子，也都要诗茄用嘅茄，也两个诗睇下要弹得出来茄肉嘅茄上就会乜嘅歌什么茄呢就会科安尼呢慢慢的会上韵母会平下出来咧下尾一加乌一老乌加起来，通做乜咧 ？u 比如讲秋，下尾就是 q， q 也是你动接用比如讲 Q 年过年讲去年，好多话讲古年什么其好多话没用也就是古年就会也就是古的物件Q 的东西Q 年过一年你讲 Q 年同样大家做的练习可能唔做得老上写出来是可能也做做其次也做含同样的一到面前呢你看面前的一加各加一个一就下尾
连得外头只可能哈，也只用读作耶耶耶比如讲，后尾你会讲解韩国呢解伊个音呢，主要是南部的西烟花较会听得到北部的西烟花呢就较少唔像两个字的呢，迄北部的西烟花要读做嘛呢？要读做茄松茄风要读做芥色芥色。我说迄个北部的西烟人，迄拄到靠认真的时间呢，你就要写茄写茄伊片主要迄老人太甲报告讲，南部的西烟呢，具有安尼音北部较无北部无下尾个连向下会读做嘛个你迄真嘅唔晓得啦，你就慢慢的老遐三个音呢吐出来夹，慢慢的夹夹慢慢的夹夹然后连得就吐会出来比如讲有条诗，choi 乜嘅东西同 choi 菜心同 choi 其實主要係講下的意思東西同 choi 食的東西choi 三類 e a u 然後以連向下 u 中央讀三遍，因為有較重要加留 L 中央一個音，當然讀唔爭慢慢來讀，主要就留中間嗰個 A 嘅聲呢，你可以讀出來就唔會差咧要比如講睡覺嘅覺隔壁嗰隻詩呢，乜嘢嚟讀做橋然後嘛翹起來你也咪講太橋講緊太橋拍比較拍講太橋你咪也寫一個詩嘅咁樣上午大家去甲練習下擺呢一組呢一個音讀做埋一u 腰什麼？比如講香料嘅人料也就簡單啦伊個聲就會嘛來了嘛料香料嘅人後尾呢跳應該聽得出來因為腰算係當明顯簡單嘅下尾一u 連起來讀做埋銳一個音呢有較唔好讀不過你就加讀幾擺應該冇問題啦一個音呢詩較少主要像看到的你銳兩個詩讀銳尖銳的銳關於講睿智的睿也兩個詩會讀銳有個人的名名叫我按一詩不知係咪會讀都較少用到啲啦三下來呢第三組也合口的合口的意思就講主要原因冇就結音其實有的你看到有嘅呢個嘴呢會嘟起來嘛就是合口第一個呢
哦，乌啊简单啦，大家都会读乌啦。特别学注音符号没有乌啊，学英文没有乌啊，有时候一个符号无马难，大家就会想乌。比如讲古香菇的人讲古古欣赏讲古也古韩国迄尾个诗，听说大家当然都会用到吴那个吴田吴田色吴诶也团吴诶吴色咧安尼同接讲吴吴呢，大家注意一下佢嘅上吴係乜嘅其實呢，佢嘅就會烏面前強化啦加一個上吳講到嘛，掉起來OK， 下來烏加都係會哇什麼？烏加簡單比如講韓國咧垮大家都在吃糖款啦你個上母會想也應該也冇乜問題烏加咪同簡單下邊呢一個韻呢大家看到烏後邊係乜烏威後邊你用個眼前表示嘛講想出師有一個上叫虧你有那叫上虧比如講穩虧鐵咧可能穩大爛鐵咧虧鐵咧幾隻上虧鐵咧你要寫埋詩不說有一個音某個詩下邊呢烏加一加起來連起來烏一威比如講龜也東西當龜後尾危險的危大家聽得出來危險的危佢嘅上母係乜嘅冇錯就係什麼剛剛講嘅客家較貼切嘅也係威有個音下來烏加加一連向下通做乜歪比如講拐聲音咧當拐嘅拐後邊的是通做快當然一隻詩呢關於講快你客家嘅照意思嚟講都做夾有個詩呢係較少用啦上次係會用到都顯推成不地度唔講嘅快速透露還能夠講到快都用較罕嘅講你看到有個詩你就讀快照詩讀就快讀出來你就要給拼寫出來嘅上係咪科嘛科歪快我相信你睇下呢這個做得拼出來呢你寫嘢就冇問題啦下來呢加係開咪嘅也係偏音咪韻母偏音對後邊韻咪嘅味素係麼呢係麼呢也三個韻呢都後邊佢都係偏音咪佢天主呢係顯少嘅呀麼韻咪嘅麼變到水咪嘅麼變水咪大家要知就係佢哋嘅發音呢就係到後邊嘅麼水我來點起來
比如讲，迄个加迄个做人就建起来，像我发个迄比方说上母呢，就会嘛，比方说后背啊，就会其我发音的时节个准批的个通作然后个做呢建起来，像读英文接下来英文描图呢就会看到身上有人做建起来比如讲遐看你就注意个做型安尼清楚的做到你无突到做到建起来你上就无重要去吐槽了拼音个通做乜个m 什么a 啦m 比如讲 same 零嘅 same 後背有咩 same same 咩人 same 嘅 same 後背也嘅係加講嘅客家話佢貼喺嘅原因有冇後背加再來檢起來比如講整韓國成動成彈得出來安尼彈得出來強樣唔會彈到亞族亞嘅音嘛，主要原因係到呢啊，面前就講過，佢嘅上母就係乜嘅，只有支持時聽聽就支持時聽聽不是很快你也講成就會支然後吃嘛唔會有其他的上母啦就會支持時啦不過也咩係個大家好嘅時間啦做嚟然後記起來就會支持時聽聽下邊呢一加通起來音比如講金咩嘅金韓國琴你講乜嘅東西唔見迄個琴過年講找客家都講琴然後也喺客家講到動接嘅動接講嘅你都唔好講到找你找係找錢琴係一定常用嘅琴嘅上母呢彈得出來七嘛，什麼琴下來呢一連點向下會同埋音什麼呢個是減減科嘅減下邊個是欠欠錢欠乜嘅你欠佢有個音咩唔會難就會主要加面前講一個面前加一個一按你聽聽下來一煙比如有個詩還得看到有個詩就會乜嘅見嗰個見起來嘅見就按你寫你嘅下面邊嘅認真嘅詞彙裡邊就會按你寫大家都嚟看有拿到書呢這樣轉一看也是做見見你就
吐出来，然后平下出来，上母迄乜嘢？歌，什么歌烟剑，也係么都後背天一族呢也都後背呢，用到韻味嘅味素，會吐做乜嘢？佢嘴型，嘴呢可以溜溜嘅，唔像唱愛發呢嘅聲，呢嘅聲，你嘅嘴型就會打開來，邊個 T 嘅主要原因係加都後背加起來，吐做乜嘢？他看到老家下面前冇用樣嘅味素，加麼到後背時間，嘴呢可以夾起來，也呢冇夾起來，你要拆開來有冇？你發來髒嘴型做出來，發出來就會髒，比如講有是蛋，大蛋，什麼？你查條買票買票你講大蛋後尾有個是山冇注讀山玉山個山也注讀安下尾也個韻呢，通做乜嘢？加都上邊因為也做咩有人呢同較唔可以撞壓啦都透唔錯比如講短後尾個是趕做趕嘅趕到後尾就嘅聲有冇？嘴型就會安尼主要嘅原因我來吐出來趕就冇有問題啦後尾一個韻比如講N 前嘅 N 前嘅後尾嘅像整也就會 N 嘅音大家嘅聲母有問題冇？唔像嘅整面前嘅乜嘢聲母係可改嘅乜嘢字什麼整N 呢你就會聽到迄邊冇聲母錯冇聲母佢就會 N 聽就會 N 嘅聲下尾呢 Z 加用下連的同埋整後尾像層也兩個是大家咪同夾用到城鄉連同到嘛整加嘅整嘛同樣剛剛面前有講過日原因面前嘅聲母就會有嘛就會支持詩聽聽啦就會支持詩聽聽啦不說呢整就會支嘛成就會用到詩比如講詩呢就喺詩架上去就會省係嘛成功嘅成成功嘅成就會安尼音如果說看到有字就會支持詩面前就會支持詩聽聽下來一加音也兩個是錦鯉錦鯉彈出來就會音嘅聲音嘅韻
面前的上模，大家去甲指同款啊，吼。下摆呢，有甲温、群、论、也应该也唔乜困难哦。有啦，加起来，温应该听得出来哦。也係N都曉背韓國韓係N都曉背比如講 E A 然後連的連腔下煙什麼比如講堅強嘅堅錢一錢兩錢嘅錢也算簡單下擺 E O 連起來比如講下擺你會講菜軟也個韻啊，做迄也較曉上誒一筆佢可能較咬唔雜嘅睇到做加練習強幾擺軟菜下擺E U 連起來韻比如講呢，捲潤係喺動詞用到潤字嘅潤你講幾多嘅潤一東西賣100嘅潤1000嘅潤就會有個潤可見嘅潤都客家話地位係個用來做錢元佢嘅一個單位100嘅元、10嘅元、1萬嘅元你用元下擺有萬什麼有萬連在起來連腔下萬比如講管門嘅管寬也應該也冇問題前面嘅有when 第二個是會不會有你嘅貴第二個音呢就會有的音係像可能像嘅貴像貴嘅音我有個音較少讀不過還係會用到下來第三組就會都曉背韻味同樣提醒大家 NG 係一個符號 NG 係一個符號用到面前用到曉背都重要係一個符號唔好寫差咧第一個呢看到係加NG 不用曉背的時間將我發嘅嘅聲重要不過佢不用曉背就會再較拔開來再拔開來到曉背發出聲像嘅聲也加起來就會操作乜嘅比如講棒相棒嘅棒忙也係也係音動像注音符號裡邊嘅什麼下擺呢主要原因加起來
on 吼，比如讲讲讲动动啊，要记得是咩动接用到吼，讲先嘅讲，啊动歌动爱动态动西嘅动吼，也音就大家就记会起来啊。下尾有嗡，比如讲滚咚，啊，咚片嘅咚，啊，滚加嘅滚，啊，遐两个音嘛，吼，免当有只嗡老嗡啊，遐两个音，有的人呢，佢可能会陆续下会较长吼，比如讲咚边啊，咚片，输到过年的样向，有的人都会咚，都会出到咚，咚。老动迄无重要诶吼，遐两组大家做得练习家己办，哦，唔去分辨讲、讲、同、当、动有嘛无重要，哦，遐两组诶历史呢，就会条线嘅上目就会重要诶，啊，像当、老、动，上目就会重要，就会得嘛，啊，就会主要原因诶嘅插片。啊，你去同款啦，哦，动呢唔免动哦，哦，无动片，你拖嘅时间无拖到动哦，好，上下来，一到面前，一啊央，比如讲像，凉嘛该凉，吼，善良的良，吼，下尾一、乌、吐起来，用，比如讲병就会输诶，병诶，병橋。병橋你講板橋啊，병橋嘅병啊，所以老師鄉鎮下尾一、烏、連起來，用，比如講強啊。田強什麼當然嘅強州嘅強咩安尼音啦嚇，乜強州嘅強個加嘅錯字條啦嚇，個熊應該太個聽得出來嚇，好下尾一隻烏啊汪，比如講遐記嘅就你嘅吼，也同接講嘅吼，光，吹光嘅光，遐隻詩呢，我記遐隻詩呢，就係因為遐隻詩吼，大家讀過年讀慣嘅吼，看到遐隻詩可能唔會聯想到哦，遐隻詩合法原來係讀到光吼。因為看到嘅詩形啊，佢唔會安尼聯想所以不少有隻詩大家可能記下吹光嘅光好 ，OK， 甲面前講係偏音味嘅也都適音味適音味就係波的歌都後背然後麼呢都後背強樣，唔過呢長差到哪呢？就會波的歌到後背呢，佢嘅聲呢會較短，會較短，較慣用嘅一下就要結束，一下就要聲呢豎起來，比如講，我嚟講第一個你做你嘅播韻為一
保养话都晓背吼，加腔样加做呢，要留伊建起来，要建起来，毋过送呢比毛的较短，比如讲你看体个日加不，然后日有感觉较短较行都竖起来比如讲这有冇最行迄有建起来，不过呢送呢较短，比甲面前看糖豆的都较短较强也是适应面也部分大家就要注意考试呢也适应呢听说会有题目因为有的人呢佢适应佢可能背唔出来下摆呢加不加起来 up， 比如讲甲甲加起摆嘅嘛答音的答大家都有听到，其个声又较短较缩结啦下来 A 加 B F， 比如讲也是 set， 也东西设起来 set 也是 set， 下摆 E F E 啦 B 读做埋 if 比如讲 give 嘅 give， 下摆呢 keep 啥来 E R B Yep， 比如讲食夹，什么好？下摆有个 E 加 A 加 F， 好起来 ，yep， 同样看到大家眼前呢，就会写出来一个诗有引有个诗有个引会叫做 get 从水 get 出来安尼送也是要做韵味的体组体组呢都韵味也加留个呢都韵味，同样唔计做呢了了大块唔免建起来好送同样会较短较缩结比如讲日加的叫做日，比如讲吃吃东西嘅吃也两个呢老甲面前讲的7、8、9、10嘅10吧，大家两个做在哪里比较看7、8、9、10嘅10，所以呢建起来10嘅波也吃东西嘅吃最大块吃东西嘅吃嘅模样。两个呢，大家会比较一下三类加的加的
比如讲，踢，拉，动拉啦，某个东西动拉啊，英国谈得出来哦。下杯呢，a 的 a 比如讲的，下杯呢，set 啊 set， 下来啊 o 的 o 连带就 o 什么好？比如讲 short 好 short hot 再當 hot 嘅 hot， 下來 e 的 eat 啊，比如講呀跌，有個是好跌，目的的跌好。lift 啊 ，little 嘅 lift， 下來 wood 的 wood 啊，比如講 good 啊 ，good 頭嘅 good， 好，下來e a 的連起來。椰，比如講get啊 ，hit 啊，下邊 e o 的 yacht 啊，連起來 yacht， 比如講 yacht 啊，嗰條詞啊 yacht， 下邊 e u 的連起來，月，比如講呀，we could 啊 could 好，下邊呢 u 的 what 好，唔像呀，就是刮東西嘅刮，下邊 u a 的啊，連起來 wet 像骨啊好，應該聽得出來啊。好，下來嘅第三組個做韻味啊，個做韻味，也咧。再拔開來，解嘅個就係會好起來，大家咧像百100、200嘅百，麥酒嘅麥下邊哦個連起來。比如講角落下來嘅落傘嘅落，下邊烏個窩，比如講谷碌也兩組名咁樣唔好搞差啦唔好嘅分唔出來下邊看到 e r 嘅連起來比如講鑰頭嘅鑰石通嘅石好，
，e o g 连起来，喐喐，小鸟，有冇啊？小睇咧小鸟，好嘞，e u g 喐喐，啊，曲化嘅曲啊，肉，猪肉、牛肉嘅肉啊，也就肉。好，下杯 u a g 哇哇，也咩有盐无丝哈，像刮刮，也个盐水刮吞落去刮下好 ，OK， 韵母的味素呢就会安尼纵向就安尼有按度大家做的一个练习除了按度韵母以外呢，也还有三个声音节的辅音。也加面前讲的辅音嘛，大体都会到个声母的味素不过呢，也有三个较特别，佢做的七个做一个音节也三个呢通做乜嘅呢？分别就会也么呢，照理讲啦，可以留嘅声母嘅么呢有一个分别啦都系用国际音标也三个符号下尾还会加一个加一个一列车的线都下尾不过呢台湾客家话音标比较简单就冇人会写就可能是比如讲第一个也在么的你有一个词就在就通唔爱记得做唔得嘅呢呢就也西音吧会用到也矮然后记得也係第二章第三章呢就係 NG 一個符號記得啦像嘅嘅韓國由來咧也兩個聲冇共用啦一般兩種講法都有啦韓國三四嘅也三個較特別咧鴉片咧主要係本大家自己練習一下，做咧自己看到發音出來寫看啦